位朋友，把酒當歌第二節咧就係不可不知嘅觀點。嗱，今日我哋主要係傾咧就新機場嘅第3條跑道問題。咁我哋又做咗一啲資料嘅。咁而家咧就機場咧就提出2個擴建嘅方案。一個咧就係話可以做一條少少嘅修改嘅，咁就可以能夠客流量咧有7400萬。咁如果比較要做第3條跑道咧，客流量就去到9700萬。咁咧就使嘅錢咧就可能細嘅方案咧就係425億嘅，咁多嘅咧就係3倍啦，1362億。係。咁如果係作為我一般人睇啦，咁啊越慳就越好嘅。咁我哋聽下羅博士有咩意見啦。如果我哋從話即係未來成個珠三角嗰個對旅客方面嘅需求，同埋貨物嘅需求，如果我哋再睇埋整個亞太區啦，即係未來嚟講咧個增長咧都仍然係會都幾理想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如果我哋估計每年增加嘅班次咧，大概有5%啊，或者啲6%咧，我覺得呢個數係差唔多嘅呢個數嚇。咁如果用呢個數咧係做個簡單嘅預估嘅話咧，其實而家我哋2條嘅跑道咧，好大可能性咧，就到17或者到19年度咧，就基本上係全面飽和。但而且事實上咧，而家喺繁忙嘅時間啊，即係譬如朝頭早開始由9點鐘啊到4、5點鐘，夜晚到可能係9點鐘到凌晨咁上下時間咧。而家呢一個嘅機場咧，每個小時咧，佢係可以安排到咧，大概係61班到嘅航班。61班。嗱，而頭先所講嗰個繁忙時間，基本上係全面飽和㗎啦，已經。即係話，如果有新嘅航空公司，佢有新嘅航線，希望安插喺嗰啲比較優質一啲嘅時段升降嘅話咧，基本上安排唔到嘅，基本上已經安排唔到啦。即係如果多一條跑道咧，就可以多幾多航班咧？嗱，根據政府而家嘅估計咧，佢係會增加到102嘅嚇。102。咁而政府估計咧，佢係到2015年咧，剛才所講嘅61班咧，就由於技術方面嘅改進啦、效率方面提升咧，佢係可以增加到68班。咁其實即係話2條嘅極限咧，就係68班每小時升降。咁而政府嘅計劃咧，就加埋第3條嘅話咧，就會去到102班。咁其實咧就呢個102同68咧，嗰個數其實好簡單啦。佢係增加50%到，增加50%。其實增加50%嘅。即係按比例咁樣增加。係啦，佢係按比例咁增加，就會增加50%。嗱，我個人嚟講咧，就對於呢個數係有少少質疑嘅。佢可能係略為偏高嚇。我其實都因為我唔係專家啦，我哋立法會議員嘅，即係有唔同嘅專家啦，有唔同嘅背景啦。但係我哋喺立法會咧都嘗試問佢攞多啲資料嘅，因為機管局咧亦都喺文件嗰度咧，即係佢嘅諮詢文件印製得好靚啦，亦都講到咧佢揾咗9間嘅唔同嘅顧問公司咧，作咗一啲可能係詳細啦，有啲係初步嘅研究。咁我哋都嘗試問佢攞緊資料，因為無論係對議員或者對公眾人士嚟講咧，好似你咁講啦，一個咁大嘅投資。就過千億嘅，咁究竟值唔值得咧？即係對我嚟講，我第一個反應就係當然我哋理解係有咁樣嘅需要，但係係咪真係一定要做到咁大規模啦？又或者係有好多市民嘅關注，例如有噪音嘅問題啊，係咪隨着真係科技進步嘅話，係會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咧？因為其實我哋始終即係當然冇啟德以前咁犀利啦，咁但係長遠走落去嘅話，其實對好多居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關注嚟。即係會唔會計錯數咧？因為成日計錯數嘅喎。係啊，我哋好驚。會唔會即係話你估計係咁高，其實咧就實際上需求冇咁大嘅喎？係啊。整盤大數咧有好多個環節嘅。我諗第一個最主要嘅環節咧就係話，當然係對未來就嗰個嘅航空。主要係旅客方面嗰個需求咧，會唔會估得特別偏高？咁我睇過啲有關嘅細數咧，其實係差唔多嘅，佢哋用嘅數嗱。而第二個大數咧就係所謂嗰個嘅經濟效益，係嘛？我哋中文大學嘅航空研究中心咧，政策研究中心其實就幾年前咧已經一直係關注咧，就香港要點樣拓展啊，同埋咧係促進咧嗰個航空樞紐、航空中心地位嗰個嘅研究。我哋略計出嚟咧，其實每一個航班如果增加嚟香港嘅話咧，
係能夠為個經濟大概增加40萬度嗰個經濟收益嘅。即係總體啦，呢個包括埋貨運啊，包括埋旅遊啊咁樣樣。羅博士，我哋係知道咧，我哋喺香港唔係喺深圳有機場啦，喺珠海有機場啦，廣州有機場啦，咁我哋會唔會分流一啲過去咧？同埋之前海有冇合作啊？嗰啲有嗰個廣深嗰個鐵路嗰個聯絡埋兩個機場。原來咧就特區政府咧有個設想咧，就10大工程之一嘅，就從香港新機場咧就起一條全封閉嘅鐵路去到深圳嘅機場，咁就話分流一啲貨物啊或者人流去嗰邊，呢條可唔可能啫？我諗即係兩方面睇啦。即係珠三角有5個機場啦，其實5個機場咧係3大2細嘅，即係澳門嘅機場同埋珠海機場咧，基本上係相當細。其實咧我哋具體講機場之間係咪可能有合作，或者點樣配合咧？我哋係講緊香港機場、深圳機場咧，同埋廣州機場係講3個機場嘅啫。但係多年嚟我好支持咧係嗰個嘅進一步嘅合作嘅。但係多年嚟嘅觀察咧，其實咧我都主要有2點。其實我好少真係咧好具體咁聽到咧，從廣州機場方面咧，佢有咩高層嘅管理人員話佢有好具體嘅政策，希望同香港合作嘅。我哋喺香港呢邊，我哋聽到好多朋友啊，甚至高層嘅官員都會提到有關話機場間合作。但係具體咁講咧，我冇乜聽過廣州機場啲人咧，佢話過想點樣同我哋合作喎。其實我大膽啲估目標佢哋其實冇乜心同我哋合作嘅。係咪其實真係假想敵？呢個亦都係我擔心或者關心嘅地方，就係嗰個航空領域咧。其實我哋喺一個咁窄嘅地方有5個機場，其實嗰個分佈係點咧？其實嗰個開邊條線俾邊個機場啊，或者邊個航空公司啊嗰啲，其實我哋都係向緊同一個機構去申請嘅喎。根據基本法咧，就好明顯咧，就香港嘅特區政府咧，就同其他國家咧，就呢一個嘅中央政府要申請嘅，唔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嘅。中央政府係基本上授權咗咧，特區政府咧係可以個別咧係同其他國家咧係談判嗰個嘅航空協議嘅。咁因此當然啦，國內嗰啲咧，即係包括係話，如果深圳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想飛去邊度嘅話咧，佢就要向中央嘅民航總局申請嘅嚇。我理解陳議員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起多條跑道咧，就從60幾班就多到100幾班啦。係啦。咁你多100幾班咧，你要佔領空域噶嘛？咁呢個空域你要唔要向中央申請咧？呢個唔使嘅呢個。香港嘅航班咧，而家大概可能係有40%到咧，佢係要進出呢一個嘅國內嘅空域嘅啫。即係話你飛去國內梗係要啦。係啊。如果你飛去英國都要㗎，你飛去俄羅斯更加要啦。但係如果你飛去東南亞、飛去澳洲唔使㗎嘛。咁所以咧，即係大概咧，只係有40%到嘅航班咧，係要飛越國內嗰個嘅領空嘅，係啦。即係100班減60，就有40班，40班裏邊嘅40%都要申請嘅喎。呢啲當然係啦，呢啲當然係啦，要攞到一個適當嘅時間，你先能夠飛到過去嘅。因為國內亦都有飛機使用緊同樣嗰個嘅空域嘅，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中央咧可能都會多數幫香港嘅，係咪啊？呢個就係唔知啦。到競爭到落去嘅話，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心裏邊嘅，即係有一個謎啦。其實另外我最近又聽到咧，有啲人又講喎，譬如話好似希斯路機場咁樣啦，或者而家叫希斯羅機場啦。咁佢哋個噪音管制咧，好似係管制得比較嚴謹嘅。咁就即係我睇到文章咁講啦，就話佢哋希望咧一啲帶少啲噪音，亦都係帶少啲可能排放量嘅飛機咧，先準進入或者使用佢哋嗰個機場。其實事實係咪咁？而我哋香港有冇條件去？因為我哋咧實在太近民居啦，我哋冇條件咁做咧。你講個情況咧係絕對係即係我簡單舉幾個例啦。希斯路機場咧就基本上咧夜晚11點鐘之前咧就已經係再冇呢個嘅定期嘅航班㗎啦。即係凌晨嘅時候一定冇航班，即係佢基本上係有個通宵嘅管制嘅。歐洲唔少嘅機場咧都係12點鐘之後咧係冇飛機升降嘅嚇。咁呢個第一點啦。而第二點咧，剛才陳議員所講咧亦都係正確嘅。就歐洲好多機場
嗱，我唔係好清楚希斯路機場係咪都係啊？就佢哋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別嘅收費。咁如果嗰個嘅飛機咧就使用一啲嘅型號咧，佢個排放較為細嘅話咧，就佢嗰個嘅收費咧係相對咧係低嘅。咁其實咁咧，即係話一方面咧，佢係鼓勵咧就多啲咧嗰個喺環保方面咧係能夠達到更高標準嘅飛機咧係飛離佢哋嗰個機場。陳議員嗱，我哋知道你公民黨對環評係特別關注㗎，咁港珠澳大橋咧都係因為環評會有啲唔過唔到啦。咁而家就話第三條跑道咧，可能都影響個白海豚啊等等嗰啲嘢喎。咁你哋又點睇咧？我哋公民黨咧而家就持開放態度，我哋想聽多啲聲音。咁所以今晚咧，其實我哋都邀請到咧就阿羅博士咧去，係啦，即係同我哋講，我哋都會同唔同團體，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比較深嘅課題，亦都講緊係涉及好多資源。咁我哋希望咧係用最少嘅資源，但係可以用得其所嘅。咁即係個白海豚問題到底會唔會有影響咧？我大膽啲評估一定有影響。即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問題咧就係話我認為香港為咗嗰個經濟嘅發展咧，就嗰個第三條跑道嘅興建咧係有必須性同埋嗰個迫切性。但係個問題就話我哋點起？即係我哋點樣起一條跑道咧，就符合到即係發展需要啦，同埋符合到即係而家市民無論對環保方面意識嘅提升。即係揾一條方案咧，就係唔使填海嘅。我諗都比較難，但係可以填少啲嘅，係可以填少啲。有填少啲嘅方案。我認為無論一個短嘅跑道啦，或者窄啲間距嘅跑道咧，係可以考慮嘅。咁希望我哋好順利咁又解決到呢個第三條跑道問題啦。好，我哋今晚就到此。